镜头搁等下来过来关心政治选举的消息。这是副总统赖清德昨昏参加新册发表会，伊伫会场特别搁批评中国对咱台湾做出无合理的打压。另外，郭文德进前因为有办演唱会，各台面有送花甲祝福，加上两个人互动是真密切，也有即马中华关的议长谢展霖已经退出国民党，敢代表郭文德甲各台面有合作的空间。郭文德是敢若表示，这个时阵头壳爱保持宁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受邀请，以我的人生观做题，向高雄保教业演讲。惊郭文德身份伤过敏感，主办单位无全程公开。不过郭文德爱面对更加敏感的问题，爱冷静处理。冷静就好，看淡，维持冷静的头脑。日前郭文德办演唱会，妨碍创办人郭台铭送花篮，顶面写一群人行较远。退出国民党的中华关议长谢展霖，下面两人互动密切，还讲是对相度。结果合作敢有留后壁路？大老板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只有 cost effective 不合的时候，他才会放弃。cost effective 合的时候，都很积极在做。未来赖总统来为我们分享副总统赖清德和立法院长游锡堃等人出席林一鸣医生新册发表。致辞的时阵特别引用新册内容，表示目前台海情势紧张的问题，不是台湾，是对岸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对台湾无合理的打压，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这是古宁头战役、823炮战，中国要摕台湾已经是几十年了，不是民进党执政，嘛不是蔡英文总统做总统，嘛不是赖清德要竞选总统才开始。赖清德嘛讲，在野党想要引导民进党尊重国家人民的意见，不过民进党落台了，爱思考是倒一个政党团队来执政。赖清德要诉求民众认同。记者综合报道。